高雄南医院今仔日也开放营运，除了有防疫措施以外，也有人数管制，而且每3点钟就会清场消毒。开馆的头一天已经事先登记的游客差不多有70人左右，若甲去年同时间的7月时啊来比，人数是差几60倍。高雄南医院13开放开馆，第一天早时来的民众无讲介济，拢是为外县市来的。民众讲会当出来，心情加较轻松，对一寡所在防疫嘛真有信心。我想大家都做好防疫措施，都没有什么问题吧，应该都还好，不会担心这个。就是对公共场所来讲的话，就是还是相对的，就是对他们是有信心。配合美解封，高雄南医除了防疫措施，搁限制入场的人数，而且需要接触身躯的设备，亲像耳风、用手摸的荧幕，拢袂当来使用。室内室外嘛袂当食物件。不过，园区的餐厅表示，为了员工的生活，也是爱来开店。大部分我们都会再提供新的防疫的新餐点。那目前的话呢，看能不能推给馆内的职员的员工，或者是跟外送平台去配合，来增加一些收入。美解封这段时间，高雄南医参观的时间分做早时甲下晡，一场上侪100人。高雄南医表示，虽然儿童展厅甲教育推广活动无法度来办，但是馆内已经有增加新主题的展览，而且有兴趣的民众利用网络来预约。记者李慧婷，家己报道。